要盡享 Compass Visa 所有獨家優惠同驚喜，就要有 Compass ID 啦。上 eShop 以超值價買自潮物品，選擇多，優惠多，係 Compass ID 自由。每次簽完帳仲可以玩埋全年潮玩大抽獎，隨時拎走至正獎品。你仲可以登記最新最着數嘅推廣，又或者隨時睇下簽帳仲差幾多剩餘金額就攞到禮物。只要留意最新嘅會員通訊，就可以一眼睇晒獨家着數，隨時睇翻舊嘅通訊都得。咁正，點只有 Compass ID 啊？首先撳立即註冊，登記你嘅 Compass ID， 然後依照指示輸入所需要嘅資料，包括英文姓名、出生日期、香港身份證號碼頭4位數字、Compass Visa 號碼，記得要登記晒你所有嘅卡啦，手提電話號碼、電郵地址，而呢個電郵地址就係你嘅 Compass ID 登入帳號密碼，最後輸入螢幕顯示嘅確認字元，然後撳確定，確認電郵會發送到你登記嘅電郵地址，最後記得喺確認電郵度確認申請登記先至完成㗎。有 Compass Visa 點可以冇 Compass ID 啊？即刻登記啦！